蔡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当地自视呢，可能是北韩提供飞弹去空袭到这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严重死伤。和协调的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爱普廷自首，所以讲这罗西亚若要停战，无规个占领乌克兰，就是正大牛步路。川普特使已经到莫斯科25会和普廷讨论和平协议。 警察人员伫厝下队内底找出一个活的人，边有受害者的家属着急等待消息。俄罗斯当地人士用70粒的飞弹、145架的无人机，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造成至少12人死亡，90人受伤。甚至有乌克兰军方人士发现，其中一粒拍到徛在大楼的是北韩生产的 KN-23弹道飞弹。 对俄军的空袭，但咧协议双方做和平协议的美国总统川普是真不满，伫家己的媒体平台正式社群发文，真生气要求普廷自首。I didn't like last night. I wasn't happy with it, and we're in the midst of talking peace, and missiles were fired. 川普指出，这场空袭真正无必要，时机嘛真歹，要求俄罗斯转去到谈判桌，也毋过嘛替俄罗斯讲话，讲俄罗斯已经让步真济。What concessions has Russia offered up thus far to get to the point where you're closer to peace? Stopping the war, stopping taking the whole country. Pretty big concession. 川普表示，已经对俄罗斯施加真大压力，现在嘛有一个上背后的期限，毋望双方赶紧签和平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二是接受美国媒体 CBS 访问的时阵，强调已经准备好甲乌克兰达成协议，也毋过有一寡冲突的条件需要协调。 We are ready to reach a deal,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pecific points, elements of this deal which need to be fine-tuned. We only target military goals or civilian sites used by the military. 这冲突的条件就包括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问题。暂时美国提出的和平请假是要求乌克兰牺牲领土，和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等大部分占领地区的控制权。克里米亚是1954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甲当时由俄国管理的克里米亚半岛维护乌克兰，因为当时两个所在拢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只是简单的行政区调整，来纪念莫斯科甲基辅统一满300周年。而1991年前苏联 解体，这半岛就成做乌克兰的一部分。2013年到2014年之间，乌克兰的国内动乱，亲近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落台，普廷就用协作的理由派兵占领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在2014年3月18违法并吞。国际上只有北韩甲苏丹才会国家生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真侪届强调，未放弃克里米亚的主权，嘛互乌俄的和平协议一直敲袂好。实际上，在川普头一个任期时阵，美国嘛白表示，永远袂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